我哋今日將會嚟介紹龍婆屬屈白欖嘅3件聖物，價格分別由高、中、低。接下落嚟，我哋去片。首先第一件係師傅喺2493年所製作嘅第一期白欖佛，因為呢一期嘅聖物比較容易破損，所以品相完整嘅亦都唔多。另外，普遍認為師傅第一期所加持嘅聖物力量會比較大，所以更具收藏價值，因此價格亦都相對比較高。第二件係師傅喺2499年所製作嘅第3期白欖佛，呢一期嘅白欖佛因為加入咗香蕉作為黏合劑，所以能夠流傳落嚟，而品相完整嘅亦都相對比較多。而最後一件係師傅喺2497年同老梅宴一齊加持嘅禮物佛，呢一期嘅聖物亦都混合咗1期同埋3期嘅材料同埋牌歲，亦被譽為1期白欖佛嘅入門版。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多唔同嘅佛牌同埋相關嘅知識，都歡迎聯絡我。我係阿古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